农作物吼是讲究讲四地四种的啦吼，同款的作物伊无同款的地区吼，伊产量就无同款啦。相信咱各位中官拢知影啦吼，包括咱改良场啊，咱油土的咱遐人拢知影吼。啊，其他咱政府所定的数据，无因地制宜哦，无因地制宜。农民愈讲愈生气，要求官员莫只是伫咧办公室看数字，爱实地了解农民的辛苦。台南市饲料贩卖受到工项欠水影响收成，农委会伫3月公告为天然灾害现金补助。台南市府采统一标准申请，所传出嘉义区多数农民了无补助，因此向立委郭国文陈情。台南市政府本来是出自于好意啊，希望呢定出一个相对于农民是好的，但是好中还有更好的这个标准哈。特别啊，嘉义地区这边呢的生产的这个产量哈，远远优过于其他的地区，那以至于呢，相对而言的一致的这个标准，一体适用的标准，没有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。因为是以全台南市的平均作为标准，所以产量比其他地区较好的嘉义就领无补助。也毋过农委会启动灾害补助的时阵，农民拢已经收成无法度勘察。农委会今仔日当下也提出非常大的诚意，来解决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的问题。我们还是确定以乡镇的产量为标准，然后去跟他农民本身的收成的产量的做比对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能够协助农民能够对他所投入的生产成本有点救助，然后也希望说在下一期做的时候，能够更努力的去经营我们这个玉米。农委会将以因地制宜的方式重新审查农民的申请。立委郭国文强调，天然灾害救助毋是农民主要的目标，会当丰收才是上好的。另外，农委会导致天然灾害救助预算是鼓励农民再生产，同时稳定市场的价格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